国当局不仅禁止维吾尔人的宗教、身份和民族节日，还强迫他们庆祝汉族人的传统节日如春节。据天山网等中国官方媒体报道，在和田、喀什、阿克苏和阿图省等维吾尔人聚集的地方，当局组织各种春节庆祝活动。当局在所谓民族团结一家人的口号下，要求维吾尔人穿着汉族人的衣服，和汉族人一起吃饺子。东突厥斯坦新闻中心主席阿布都齐利利·卡拉卡什在一份声明中强烈批评中国当局的做法。他说，中国当局禁止了维吾尔人的宗教、语言和民族传统，进行种族屠杀和文化灭绝。当局还将数百万人拘留在集中营，到现在强迫维吾尔人庆祝他们的节日。这无疑是中国当局试图消除维吾尔文化和身份的企图而已。中国当局不仅用维吾尔人作为廉价劳动力，他们还在通过器官贩运上赚钱。中国向某些国家出售带有刑侦器官标签的活体器官。据称，中国已通过将东突厥斯坦维吾尔穆斯林的器官作为刑侦器官出售给富裕的阿拉伯人。在接受中文 YouTube 频道的采访时，一位名叫艾丽小姐的中国妇女告诉她如何在2006年在中国天津的天津泰达医院肝移植科目睹了一个活体器官采集计划。流亡维吾尔医生安瓦尔托迪声称，他于1995年参与了处决的维吾尔人器官的摘取工作。土耳其卫生部当地时间23号表示，针对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疫情，土耳其已暂停中国武汉飞往伊斯坦布尔的航班。此前，土耳其卫生部门表示，土耳其已经采取相关预防措施，在机场安装了体温检测仪器，对来自中国的旅客进行热视察。此前，武汉每周有3趟航班飞往伊斯坦布尔。与此同时，中国研究人员表示，根据基因分析，中国新型冠状病毒武汉肺炎或许源于蝙蝠或蛇。当局表示，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持续扩散，增至830确诊，死亡个案25宗。另一方面，有人担心中国当局会以这种新病毒为借口来加强东突厥斯坦的镇压政策。海亚国际法庭23日判决，缅甸应立即采取行动，防止罗兴亚人遭种族灭绝。缅甸军警2017年对罗兴亚人展开血腥镇压，导致数千人丧生，超过70万罗兴亚人逃往邻国孟加拉。非洲穆斯林国家甘比亚在伊斯兰合作组织57个成员的支持下，领衔在国际法庭控告缅甸，希望国际社会保护信奉伊斯兰教的罗兴亚人。缅甸实质领袖1991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季上月曾亲自出庭为缅甸政府辩护，宣称缅甸军警和罗兴亚人之间的暴力行动是国内武装冲突。缅甸将生活在若开邦的100万穆斯林人口描述为非法移民，并剥夺了一些基本权利，例如公民身份。特朗普政府采取措施限制外国孕妇为让孩子获得美国公民身份而赴美生产。白宫新闻秘书星期四发表声明说，从2020年1月24日开始，国务院将不再寻求进入美国进行生育旅游的外国人签发临时访客签证。这些人寻求在美国土地上分娩，以便使其子女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